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懸案錄。今日要講嘅呢單案可能會令你對鄰居或者平凡人呢個詞產生恐懼。2011年河南洛陽一個叫景福苑嘅老舊小區，呢度人來人往，街坊鄰里每日見面都會點頭打招呼，生活氣息濃郁。而且呢度距離最近嘅凱旋路派出所直線距離只有幾百米。但就係喺呢個咁平凡嘅環境，咁近法律機關嘅地方，地面以下6米深嘅黑暗入面，竟然隱藏住一個地下王國。喺呢個不足4平米、臭氣熏天嘅地窖入面，先後有6名年輕女子被囚禁。佢哋最長嘅被關咗2年，最短嘅都有2個月。佢哋喺入面經歷咗被強姦、毆打、被逼做色情表現，呢啲都只係表面。最令人震撼嘅係佢哋心靈嘅扭曲。當警方最終衝入地窖進行營救嘅時候，佢哋見到嘅唔係求救嘅受害者，而係一排面色蒼白嘅女仔，整齊咁企喺出口，對住帶路嘅惡魔高喊：老公辛苦啦！究竟呢個男人係點樣喺鬧市下面挖出呢個地窖？佢又係點樣透過恐懼同施捨，將呢班女仔變成佢嘅私有財產？今日我哋就嚟揭開呢個洛陽地窖案嘅真相。呢單案嘅主角名叫李浩，案發時佢34歲，南陽人。喺外人眼中佢再普通不過。佢喺洛陽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執法大隊做工人，屬於體制內嘅穩定工作。佢有老婆，仲有個啱滿1歲嘅仔仔。鄰居覺得佢老實，同事覺得佢生活健康，唔煙唔酒，唔參加應酬。但邊個會諗到呢個沉默寡言嘅男人，內心竟然藏住一個瘋狂嘅計劃？李浩以前做過消防兵，消防兵喺對土地挖掘、建築結構、通風系統有專業嘅知識。2008年佢買咗景福苑小區一個10幾平米嘅地下室。佢同老婆講，為咗小朋友有更好嘅將來，揾咗份兼職做守夜，今後每個月會有大半個月都唔會返屋企。其實佢係將所有時間都用嚟開挖佢嘅王國。整個挖掘過程就似一場螞蟻搬家。為咗唔驚動鄰居，佢每日深夜先開工，用最原始嘅工具一鏟一鏟挖出嚟嘅泥土，用袋裝好，趁天未光，用電單車一袋袋運走，足足挖咗1年。個地窖嘅設計非常精密且惡劣，入口喺地下室角落，上面用雜物地氈掩蓋。揭開之後係一個直徑只有50公分、深3.4米嘅豎井。落咗豎井，仲要經過一條4.7米長嘅橫井。橫井內安裝咗5道鐵門。地窖入面分2層，高度得2.4米左右。李浩中間搭咗塊木板，女仔瞓喺上層，下層就放雜物同尿桶。由於深埋地底6米，裏面嘅空氣極度污濁。雖然安裝咗一條通氣管，但入面依舊充斥住汗味、酸臭味同排泄物嘅味。地窖完工之後，李浩正式開始佢嘅狩獵行動。佢目標非常明確，專門揀喺 KTV、洗頭房或者美容院工作嘅邊緣女性。李浩好聰明，佢知道呢啲女仔好多都係由外地嚟打工，社會關係簡單，社交圈子封閉。喺佢嘅計劃入面，呢類人就算失蹤咗1-2日，甚至1個月，外界都未必會即時報警。2009年10月，出現咗第一個受害者，佢叫小孫。當時李浩以包夜做藉口，將佢誘騙到地下室。小孫一入到門口，仲未反應過嚟，就已經被李浩暴力控制，隨即被強行推入深不見底嘅豎井。起初，小孫奮力反抗，甚至試過趁李浩送食物嗰陣發動突襲，搶走鎖匙。但李浩利用體力優勢同埋手銬，好快就將佢制服落嚟，並施加更殘酷嘅毒打。為咗徹底馴服呢班女仔，
李浩控制晒佢哋所有生存嘅資源，水、食物、紙巾，甚至連衛生巾都要經過佢手。佢喺地窖入面放咗一堆小說同一部無聯網嘅電腦，入面裝滿咗佢預先下載嘅單機遊戲同電影。呢部電腦絕對唔係福利，而係一種精神控制嘅獎勵。邊個聽話，邊個就有得玩；邊個反抗，就連飯都冇得食，甚至會被關喺鐵門後面嘅黑房。隨後2年，李浩用同樣嘅手法，先後誘騙咗小段、小姜、小張、小蔡同小馬，一共6名女子。除咗滿足佢自己扭曲嘅性慾之外，李浩仲將地窖變成咗生財工具。佢威逼幾名女子喺地下室部電腦面前從事非法嘅網絡色情表演直播。呢班女仔喺地底暗無天日咁工作，而李浩就喺地上坐享其成，所以收益直接打入佢嘅支付寶同網銀賬戶，過住雙重人格嘅變態生活。當一個狹窄細小嘅空間入面關住咁多人嘅時候，權力嘅架構就開始慢慢浮現。李浩唔只係單靠暴力，佢仲利用咗心理馴服，喺地窖定咗個規矩，必須叫佢做大哥或者老公。每日佢落去巡視嘅時候，女仔要整齊企好，嗌口號迎接，邊個做得唔好就會被毒打。小孫係第一個被囚困，反抗心亦係最強。2010年下半年，小孫又一次激怒咗李浩。今次李浩決定殺雞儆猴，但佢用咗一個最殘酷嘅做法，佢唔係親自喐手，而係對當時已經被關咗一段時間、意志消沉嘅小段講：只要你殺咗小孫，我就放你走。喺極度恐懼同對自由嘅渴望底下，小段答應咗，佢同李浩合力勒死咗小孫，然後將遺體埋喺地窖床板下面嘅土坑入面。佢令受害者變咗做共犯，咁樣佢哋就永遠都唔敢報警。小蔡入去嗰陣得16歲，係年紀最細嘅一個。因為受到長期恐懼，佢情緒崩潰，經常喊，亦都做唔到色情表演嚟賺錢。李浩覺得佢係個負擔，於是就暗示要其他女仔一齊排擠虐待小蔡。2011年7月，李浩命令小段佢哋唔好俾食物小蔡，甚至喺李浩嘅默許下，佢哋逼小蔡食屎飲尿。最後，小蔡喺遭受毒打同飢餓中斷氣，遺體亦同樣被李浩用水泥封喺地窖底。呢2場死亡徹底摧毀咗剩低4名女子嘅意志，佢哋開始互相監視、互相爭寵，因為喺佢哋心目中，李浩雖然係加害者，但同時亦係佢哋生存落去嘅唯一供給者。2011年9月，呢場長達2年嘅噩夢終於迎來轉機。最後一個被關入去嘅係小馬，當時佢被困咗大約2個月，可能係因為被關嘅時間相對較短。小馬係唯一一個受洗腦程度最輕、心智最清醒嘅受害者。當時李浩覺得單靠網上直播賺錢太慢，開始帶女仔出去外面賓館接客。佢觀察咗一段時間，覺得小馬平時好乖、好聽話，以為佢已經被徹底馴服，唔敢逃跑。於是9月初嘅一日，李浩帶住小馬去到一間賓館揾客人，就喺李浩喺房門口同嫖客傾價錢同轉身處理雜物嘅短短幾分鐘空檔，小馬意識到如果今次唔走，呢世都唔會再有機會。小馬冇選擇搭電梯，因為佢怕會喺電梯口撞到李浩。佢選擇拼命從樓梯衝落去，一口氣跑出酒店外大街。佢當時神情恍惚，滿身污泥，攔截咗一輛的士後，直奔凱旋路派出所。當值警察見到小馬嗰陣，佢驚魂未定，喊住講出咗一個令在場所有警員都唔敢相信嘅恐怖故事。喺洛陽市中心嘅鬧市地底，竟然仲有3個女仔被囚禁，而且仲有2個人已經遇害身亡。警方接報後意識到事態嚴重，迅速封鎖現場並展開搜捕。喺小馬報警後嘅48小時內，
正準備帶同老婆仔女逃走嘅李浩喺洛陽長途汽車站被警方拘捕歸案。當警方走入嗰間充滿惡臭味嘅地下室，揭開地氈，打開嗰6道鐵門時，眼前嘅景象令一眾見慣大場面嘅警員都感到毛骨悚然。地窖入面剩低個3名女子，因為長期不見天日，面色蒼白如紙。最令人心酸嘅係，佢哋見到警察入嚟，第一反應竟然唔係衝上前求救，而係習慣性咁望向李浩平時企嘅位置，好似喺度等待指令咁，足見李浩對佢哋嘅精神摧殘有幾深。2012年，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，主犯李浩因犯故意殺人、強姦、非法拘禁、組織賣淫、製作淫穢物品牟利等罪行5罪並處，判處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2014年1月，李浩被執行死刑，惡魔終於得到應有嘅下場，而受害者變共犯。呢個係最難處理嘅部分。小段、小姜、小張因為參與咗殺害小孫同小蔡，法律上面構成咗故意殺人罪嘅共犯，但法官考慮到佢哋喺長期被非法囚禁、精神受壓、生命受到威脅嘅極端環境底下犯罪，屬於受威脅參加犯罪。最後，小段被判有期徒刑3年，小姜同小張被判有期徒刑3年，緩刑4年。呢個判決反映咗法律喺正義與憐憫之間嘅考量。佢哋雖然犯咗罪，但佢哋亦係受害者。洛陽地窖案雖然已經過去多年，個地下室亦已經被水泥填平，但佢留俾我哋嘅震撼卻尚未消退。人性嘅惡可以去到幾深？李浩利用咗受害者嘅孤立無援，利用咗佢哋嘅生存本能，將佢哋變成咗行屍走肉。而最可怕嘅唔係嗰6道鐵門，而係惡魔點樣喺人心入面起咗一個無形嘅地窖。幾名女子獲救之後，佢哋嘅人生仲有一條好長嘅復原之路要行。地底嘅臭味可以洗得走，但係心入面嗰種對人性嘅絕望，可能一世都擺脫唔到。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，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， 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